嚟新聞時間，熱帶風暴風神今晚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。天文台今日稍後會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，並考慮聽日黃昏前後直接發出3號強風信號。風神集結喺東沙東南偏南大約62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大約26公里，橫過南海中北部。隨住風神聽日逐漸靠近廣東沿岸，天文台考慮聽日黃昏前後直接發出3號強風信號，取代強烈季候風信號。天文台指星期2、3初時雨勢有時會比較頻密，星期2到星期4市區氣温顯著下降到19度左右，新界再低2-3度。受天文大潮、東北季候風同風神嘅共同影響，今個星期連續幾晚喺潮漲嘅時候，部分沿岸低窪地區可能會水浸。星期2到星期4夜晚，維多利亞港嘅水位會上升到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左右。澳門氣象局預料風神今晚到聽日初時進入澳門嘅800公里範圍，而受風神同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，澳門星期一風力將會達到6至7級，並且有陣風，將會視乎風神發展同風力變化。星期一挨晚到夜晚，評估改發熱帶氣旋信號。預期風神星期二喺澳門以南大約400公里掠過，澳門風勢會進一步增強。星期一到星期三有幾陣雨，最低氣温會下降到18度左右。由於下降幅度較大，加上風力較強，並且係伴隨多雲有雨嘅天氣，身體感受到嘅温度會比實際氣温更加低。而隨住風神逐漸靠近，廣東當局發布防風措施，但預料風神登陸廣東機會唔大。風神逼近，廣東當局要求星期日晚8點前，廣東海域所有漁船全部回港避風，遊艇等禁止出海，海上養殖工作人員等需要全部撤離避險。跨海航線、濱海旅遊景區適時關停。不過，廣東氣象台預測風神登陸廣東嘅機會唔大。未來的話，就是登陸我們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，但是對我們省，因為北邊是冷空氣，南邊是低壓，整個氣壓梯度非常的大，所以對我們省的海面啊也好，陸地也好，主要的影響就是風力會很大。氣象部門預計受風神同冷空氣共同影響，廣東星期日起氣温逐步下降，降幅大約6至10度，影響將會持續到星期三。廣東北部最低氣温可能低過15度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道。